台南的新营一间工厂今仔透早着火，乌烟是正高，冲去到天顶，加在无人调伫内面。因为这工厂是做农药的，都惊化学物烧起来会造成危险。消防局有保持警戒，嘛呼吁周边新营盐水的居民，这窗仔门都唔通拍开，出门就爱挂喙安。 对车来往外口看，会当看到乌烟真大，规个天顶拢是。台南新业工业区内一间农药的工厂，5号透早发生大火，因为厂区内是放大量农药的新品以及半新品，火势烧真紧。两个厂房，一个专门燃烧，另外一个厂房嘛启用燃烧，佫不断传出爆炸的声音。消防队的人员出动消防机器人，以及保持外围防护的警戒，将火势的范围局限。 我们现场也有出动消防机器人，那到达现场来做一个阻隔降温的一个功效。那目前我是已经控制，里面堆放的都是一些农药的成品以及半成品。隔壁那个是农药的，我们的不是。 不过，因为大火乌烟是真大，台南市环保局嘛出动人力到现场监测空气品质，并且发布空气品质的提醒。目前方向是北方，有可能影响空气品质的范围是新营区、柳营区、咸水区、甲下营区等区，呼吁民众关闭门窗，外出挂喙烟，做好自我的防护。预计目前可能影响的区域大概是新营、盐水跟下营区等区域。 然后也麻烦这些区域的民众能够关紧门户，如果出外的时候也能够做好个人的一些空气防护设备。目前我们也做了一个空气钢瓶的一个采样，那后续会依照后续的一个采样结果，再做依法的一个研判跟裁处。 这场火警，消防队是出动30车62个人，现场燃烧的面积大约300多平，损失还未估算。不过目前火势已经控制，详细的起火原因，就要等待调查厘清。记者郑俊云台南报道。